重新做厝对着厝头家甲厝骹拢毋是简单的代志，为了协助民众做着厝，嘛避免厝头家拄着拗客，中央社会主体包租代管计划进入第4期，台南嘛将增加1600户，同时提升双方专业的服务品质，加强特定溪北地区的服务。要让民众会当以租金行情的8折，或者是9折来租着厝。好的政策可以看到这几年来，第一年全台南市只有第一期只有371户，第二期就增加了台南市的部分增加1155户，那个这工会这增加206户，第3期工会增加很快。台南市增加1155变成1546，增加了50%。工会从206变成2235，增加10倍。那这第4期我们要开始启动了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老定九老卡阿布九阿八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包租贷款这个真是不管在税负上的优惠，或是费率上的补助，或者是租金的补贴，或是租赁双方的保障，都下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，所得到一个好的环境，减少了双方的纠纷，也减少了彼此的疑虑，更减少了社会上许多不必要的送累。政府启动包租代管的政策以后，厝头家加入计划，只要经过委托业者买下厝骹成功，政府不但补助买下的费用，也提供房屋税等3种税款的减免、修缮等3种费用的补助，还有3档服务的所谓333的优惠。大桥表示，目前该案累计买下的总数已经有6131户，欢迎厝头家出租较少使用的厝，来互需要的厝卡创造双赢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